美国害怕乌克兰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启明，我是乌克兰人。其实这句话“美国害怕乌克兰”听起来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但是尽管是这样，在美国内生产防空系统导弹的公司，就是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的公司，他们不想把自己的技术借给乌克兰，因为他们害怕乌克兰可以更新他们的技术，可以生产更多更便宜的防空系统导弹。有意思，那些公司自己无法满足美国军队对防空系统导弹数量的需求，无法满足别的国家需求，但是他们也不想乌克兰帮助他们满足需求，真是贪婪的怪物。